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28，诗篇103篇1节安尼讲：我的心神啊，就称赞上主，就用全部的心神学了伊的圣名。三个来祈祷，我要用全部的心神学了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有大气力、大威严、大荣光的至高上帝。主啊，你是有大慈悲、有大怜悯、有大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你伫阮的中间施行拯救，互阮通伫你的救恩中来活。求你互阮早起时听见你慈爱的声，因为阮倚靠你。求你互阮知应该行的路，因为阮的心仰望你。主啊，阮伫世间的每一天，求你用你的面照光阮，照你的慈爱拯救阮。主啊，求你互阮因为你的名来欢喜快乐。阮要称赞你，阮要用全部的心神来学了你的圣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